中市沙线社区大学办电脑课，邀请到大学生来教长辈耍电动的游戏。除了训练长辈身躯协调的能力，嘛互长辈甲囝儿孙有提倡的话题。 比赛一日开始，坐伫电脑桌头前是大人认真看节目，专心耍电动。台中市沙线社区大学即将举办老大人耍电动的比赛。其实我们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形态，让他们知道说，其实小孩子玩电竞是很好、很有趣的。为着是大人会当和少年仔有话通讲，社区大学和山城生活美学关怀协会合作，邀请大学生来教是大人耍电脑，或是大人嘛会晓开车。循序渐进的告诉他如何操作，发觉他的后劲很够，不会输给年轻人。阿公阿嬷油门吹落去，就算碰着壁嘛无代志。耍电动乃当训练是大人的专注力，手指头的活动，可当活化脑筋，互反应变紧，嘛互因生活变个心熟。